新竹县的新丰乡有一间用喷来应付的环保公司，也毋过呢，煞互在地人指控讲，伊长期拢排一寡有臭味的水，是污染到附近的环境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这挖3冬来呢，已经累计甲罚11届啊，目前也要求业者限期来提出改善的计划。溪水顶悬出现黄色的泡，现场阁闻到臭酸味。这是新竹县新丰乡福兴溪当地民众指出，自这间专门用喷来漚肥的环保公司对工业区搬来遮了后，就常常闻到臭味。你看，到处都泡泡，它有一个排水系统会从那里下来，它下来的水是有点黑黑的，不是黄黄的，不是说黑的。那你有闻到不好闻的味道吗？就是臭臭的。我们环保局查核呢，那确实有违法的一个状况哈。那我们环保局就依法告发。那我们查核的发现呢，因为它这个肥料有可能不符合这个肥料登记的一个状况，那我们也函请农业单位来进场查核。针对民众反映，环保公司解释讲，因为公司是用喷来做原料，难免会发出臭味，家己也希望政府来协助。想办法改善臭味。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，因为这种东西它有机肥，我可能发酵不完全，不完全的状况下去施作，那就会造成在施作当下，周边的民怨会起来。如果说政府能够给予一些帮助，或是说怎么讲，针对一些设施上，就是改善设施可以有一些容许的范围，那也许就是变成说我能够长期的帮政府解决一些废弃物的问题。那民众也不会一直被我的异味所产生的异味一直说就是干扰这样。目前业者每个月有机肥处理量挖2400吨，环保局指出，后续会请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辅导，帮助业者改善，创造双赢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